喂，晚上你上玩牙的時候啊，上個床板棒棒聲嘅，你就看過來下。大家呢都知道呢個韭菜，你可以熱物嘅煎，裝物嘅用嘅下。但係呢，你一天係冇想到，你隻韭菜加枸杞同埋隻青醋一齊去爆，後果呢竟然係咁犀利嘅嚇。要唔係呢隻湯呢，你嘅腰再也唔受講腰酸背痛嘅咯。你屋下嗰隻老虎媽呢，看到你都受過順眼嘅下。今日呢就分享一隻老前輩留落來嘅妙方俾大家下。大家呢可以先點讚小腸起來，大家呢可以是市場或者去菜地割一把呢啲隻韭菜進來，洗乾淨，放個硬鍋底杯時，加佢一把枸杞，撈適量嘅水，爆滾之後呢，你就加上青醋，然之後呢再細火爆到佢15分鐘就可以嘅咯。韭菜水煮出啊，就係可以治療我哋一啲腰物嘅酸背痛嘅下。你交功課較量嘅時候啊，一條也唔夠力嘅，你就一定要試下咯。跟住我，大家每日分享唔同嘅生活小妙招俾大家。